可以吃吗？好，先不要吃。对。这段路我就要来找找我人生的韩道路的新方向。这片山轮啊下底这个车站，哦，这个行的我真特别呢。来啦来啦，带我来旅行啦！我还没小青，我来边哦，原来这开阔的所在哦。我想要交一个男朋友。有人意爱的人真好，你实在伤计较啊！这款讲法，伤过无负责任。请陪我食暗顿。我愿意甲洪建先生交往。那安尼，我选择去洪建先生遐。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7月22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第5号风台杜苏芮刚未来台湾，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气象局讲，后礼拜一中度假路线会更加明显，上紧后礼拜2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南韩收到台湾寄来的报告，拍开了后，煞互人偷袭喘气未顺。咱的刑事局讲，这个报告是对中国用海运的方式经过台湾寄去韩国。世界有名的小说《5万架偏见》已经推出台文的版本，欢迎老师洪淑娇是直接对台文翻做台文，佮出版有声册要来配合教学。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南韩的蔚山有一间新种机构，因收到对台湾寄来的报告，无想到这当地员工拍开了后，煞开始头晕，甚至咧喘气嘛喘袂顺。咱的刑事局讲，这个报告是对中国用海运的方式来到台湾，再个寄去韩国。也那这批报告总共有2500件，即马拢爱一项一项落去追踪。防守线扭起，限制人车出入。南韩警消政府部长入去厝的勘查采证，对粪扫堆内底发现听过科技报告。엊그제 방송에 어디 장애인 단체 거기에 그 가가지고 질식 뭐 이런 했다고 그래가지고 자 이게 뭐가 문제가 있구나 해가지고 오늘 바로 신고를 하게 됐죠. 事发伫南韩蔚山广域市当地一间身体障碍机构，立即收到不明报告。工作人员拍开了后，3个员工雄雄头壳晕、喘气困难，互送医治疗。看一个报告顶面的署名是对台湾所寄出来。那经查证呢，这个邮包呢是从中国大陆那边邮寄过来，那我们以后呢，转寄到韩国。那这些邮包呢，并没有入我国的境内。经过咱刑事局查证，包括对中国侵权，经由下载油海运中转台湾到南韩，无入境咱国。韩国当地调查小组检验了后，初判无发现辐射，加其他有害化学物质。不过，除了蔚山以外，就连首尔、大田、加济州各地拢陆续有记到有收到不明报告的个案。而这个首尔中央邮局也一度紧急来疏开1700人。 아주머니가 뭐 물건 하나 와 있다고 갖고 왔길래 보니까 우리 게 아니라서 그냥 보관하고 있다가 오늘 그 재난 문자가 하나 들어왔길래 제가 그 혹시나 해서 119로 신고를 했죠 112로. 意思毒气的报告造成惊吓，就惊相关的情况阁发生。南韩邮政下令暂停这类国际报告来进口。咱中华邮政表示全力配合，也搁再讲到这批邮件全部按照海关的规定办理。 我有跟韩国邮政讲说，你们查到的这一批有问题的这一批是我们6月23号交寄的，那这一批总共是
2507件。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哪一个检查点我们需要加强，那么会做相关的检讨。这摆出代志报告疑似以化妆品名义申报，早伫6月底行出去，相关检验是毋受锁实。因此，副议长郑文灿强调会检讨，只是中华邮政受理这批对中国下转邮到南韩的报告，统计超过2500件，稳重偌济有问题也未发现的邮件，恐惊拢要一一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这南韩各地陆续拢有出现来路不明的包裹，这当中大部分拢是对台湾寄出去的。这当地警方就讲，其实真有可能就是中国的线顶消费诈骗，所以建议民众若是对包裹有犹疑，千万唔通拍开，直接摕回去，才通避免风险。注意后台看流量变化，你先是开二手册店，无用实体店面以外，主力更加放伫电商通路。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大概数控是这样，例如说三多篇拍本案，就加国大网络商城评价甲出现率甲销售也是拢真有关系。就是你的评价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别人在搜寻你的时候，你不会排在这么前面。越前面的话，那当然你卖出去的机会就大。那你排在后面，当然就没人看。网络真做一种镜像，商品会使卖到世界各地。南韩出现的艺术毒气的包裹，就是对中国黑件转邮件来行出来。外国媒体更加报道，各地24小时内至少有987件不明包裹的通报，大部分是来自台湾。当地警方无排除中国卖家录评价，犯下网络购物、录单诈骗。其实，伫2020年，加拿大也捌收到由中国黑件转邮件来台湾了后所寄送的大量不明的证据，也毋过敢若是从好的评价叫做民众落单，寄去拢寄是无价值的物件。这摆包括其实疑似坑刀，甚至挑工寄来台湾，再个转出去。如果今天是恐攻的话，那有可能他会有一些政治的目的。好，但是看起来目前的话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声称。台湾的第三地的这样的一个转运，那它其实要避免被侦查的可能性。专案后壁是疑点真多，是诈骗、恐怖攻击，也是单纯的讲创治，真相有待好好来调查清楚。只是收到这类不明的报告，学者也建议爱提高警觉，上好是拢卖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要关心的是气象的消息咯。第5号风台杜苏芮敢会来台湾，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气象局是讲后礼拜一伊的强度甲路线会更较明显，但是照这个办势看起来，目前对台湾的北部也有东北部的威胁会较大。上紧伫后礼拜2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伫正下中的杜苏芮风台历历下道，位伫高兰皮东南方2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气象局表示，这个风台袂当疏忽，对于台湾影响程度，看后礼拜一以后发展角度会更加明朗。有估伊的中心有可能挖进台湾东北部甲北部，对北、东北甲东部威胁较大。风台伫26、27，也就是后礼拜3、4上挖进台湾。这个台风在未来是对我们是具有威胁性的，所以就是可以说不容小觑。大概在25号这一天，也就是下礼拜2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高。那陆警的话，就是我们还要再持续观察。但是如果说以这种情形的话，陆警也是没有排除。气象专家甲新兴分享各国预测路线，其中美国模式风台往琉球群岛方向，欧洲模式有估中心会定着南台东几率。那气象专家裴启明也指出，路线犹原有变动空间，也毋过侵袭台湾的机会真悬，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做好风台准备。因为3、4年已经没有这么强的台风接近到台湾了啦，那中度台风以上，其实它对于特别是农产品或是说风雨，其实都会对大家会是一个非常有感，而且会有这个非常压力的一个台风。气象局指出，杜苏芮风台的强度会继续增强，目前预报伫中台上限，要密切观察。那礼拜2开始受风台影响，会有长影发生机会。那杜苏芮风台恐惊会来，花莲饭店业者也陆续接到旅客电话，问退房的资讯。上海航船业者表示，游客烦恼出海安全，已经超过3成取消定位。那拄着风台会以专家退回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北流籍的货柜船沉落海，船顶1300多个空货柜，目前已经好87卡起来。不过呢，有500多个是流向南边去。伫个今仔日早起，屏东的东港都渔船的渔网去，互遮的货柜拖歹去。即马海面的船只为着要避免风险，全部拢减速。船顶擂台顶边出现一块细细角角物件，就是空货柜。渔民的武器有一寡烦恼，屏东东港拖网渔船出海作业，不过渔网啊扭起来，拢挂转去咯。卡着货柜啊，个嘛，规拢歹赢，网啊讲歹赢。渔网啊，互货柜夹掉咧，只好甲渔网啊夹断，以免影响船只，也无多掠鱼啊，赶紧转来。东港渔会阁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流方向改变，已经接到2只渔船通报，伫中横渔港外海作业时受到影响。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它现在整个潮流、洋流的部分又往北了，所以目前有一批货柜，大部分都是在中云港外海那边。而来往小琉球的交通船东流线甲盐流线虽然正常航行，顶起的货柜航行都变甲真危险，交通船也慢慢开。现在有可能遇到状况，就是货柜已经下沉了，那下沉在水面上是看不到的，那这是更潜在的危险，所以请船员们一定要提高警觉。北流籍货柜船天水轮沉落去，船顶载1300外货柜有500外个浮伫海面上，船身内底要将近500吨油料。我们也会适时的派工作船前往巡视南油所整体的状况，因为该地有时受风浪影响，会有出现南油所维持好南油所会有断裂状况。海巡署出动空袭机监控，将把货柜铺散伫海面甲岸边，雇佣港务公司的协调开放屏东盐埔渔港，就军界钓上岸到2日下晡，总共获到87个货柜。另外，创水人员23要进行船况检查，甲油柜通气孔要封起来。洪台杜苏瑞是要来啊，抢救的行动要甲时间来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日本政府打算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废水排入去海里，这对当地的渔业来讲是真大的伤害。之前捌针对福岛来翕过纪录片的导演，这回来到台湾访问，伊讲日本政府无用心在听渔民的声音，实在互人真受气。接受到福岛核载污染可能造成无法度去掠鱼，福岛渔民的内心真沉重。伫日本纪录片《福岛渔民无语》，导演山田彻透过镜头，将新地町渔民的痛苦甲无奈全拢记录落来。无管当地安怎回息的回唔到，核载的伤害无法度会掉。那是伫这一世，也会延续到后一代。誰が責任を負うんですか？あんまりにもかけたんですよ、こんなの。我々の代じゃないですからね。これからの代に孫を思考。ね。核载打击遇害卫生的福岛渔民，就算安怎毋望一切恢复正常，也变得无法度达成。渔民拢还未行出风平避海困境，当天阁决定伫今年的热天将含串废水排入海中。受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邀請来台的導演山田徹坦白講，漁民一直定前抗議排放政策，猶原無看到轉變。国が一方的にもうスケジュールありきで処理水を放水するということを進めていますよね。でも漁業者はトリチウム水は流さないでくれということを、怒りは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が。纪录片佫一摆伫台湾放映，导演山田彻特别来台，希望互外界佫较了解福岛渔民面临的艰难现实。因认为，即摆日本政府的决策，真歹讲已经进行充足民主甲公开辩论。伊也认为渔民出海讨生活的权利，佫一摆受到侵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前国务卿季辛吉是1970年代牵起中美关系的重要人物。这回伊去中国拜访习近平、国防部长，也佫有其他外交人员。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讲，期待这摆的见面会当对中美关系有帮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日参加伫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和主持人国家广播公司首席外交特派员米切尔
问到有关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港务首相解讲，布林肯表示，当前伊的这个工作的好处之一，就是过几个月就会去甲基辛格讨论真侪无共的代志。那伫基辛格前往中国之前，两个人捌有长时间的讨论，伊也期待基辛格后礼拜回国了后，甲伊会面以了解更加侪代志。布林肯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观点就是要将稳定中心夺回双边关系来设立基础，以确保竞争未演变做冲突无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这一切拢要为交往甲对话开始，继续对话，至少会当理解对方的想法嘅意图，避免误解演变做双方拢无愿意看到嘅局面。基辛格是1970年代开启中美关系的重要推手，这段访问北京受到超过拜登政府官员的接待，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李尚福、外事办主任王毅，官方也伫吊起台国宾馆以各种福禄寿喜的代表物，为基辛格举行盛大的中道等。100岁，100多次到中国来，这2个100啊。合成了你这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ould be central to th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o 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伫对华关系上，互看作是名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伫阿斯本安全论坛访问到美国敢是考虑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内外沟通管道的全面重新启动。苏利文表示，制裁无应该是中国技术交流的原因。首先，中国军方有真侪人并无互制裁；第二，伊家己甲拜登政府有真侪人也互罗西亚制裁。也毋过，这并无妨碍因伫必要的时甲罗西亚方面进行交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来关心，这中国的军机扰乱台湾的行为是愈来愈猖獗咯。伫咧昨一天，就有7架军舰加37台无人机。美国国务院就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嘛警告中国唔通乌白来哦，因为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代价，大家拢清清楚楚。国防部公布，你几天搁再查到7架次中共军舰、37架次中共军机来侵扰台湾，其中越过海峡中线，并且进入咱西南加东部空域有22架次。军事媒更加记录到有不明的相关疑似抢袭咱空军驱离的广播。立即回转脱离。你也是中国人啊！对着中国继续武吓台湾，美国国务院亚太首卿康达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对北京当局发出警告，莫想要挑战现状。Taiwan is central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ur message to our counterparts in Beijing is to not challenge that status quo, to cease, we think, the provocative and coercive actions that they've taken across the strait and aimed at Taiwan. I'm not sure that he has, and I think what it means is that today President Xi and the PLA have doubts about whether they could pull off a successful full-scale invasion of Taiwan at acceptable cost to them. 美国中情局长是指出，虽然外界认为习近平要求强军在2027年进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也毋过乌克兰甲俄国战争大家甲教训，互习近平对着是毋是速度成功产生怀疑。防范中国威胁，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讲，希望甲具有多种作战能力的多领域特遣队部署到日本。它的核心理念是，陆军也就是地面部队，除了在传统的地面战可以延伸火力，还有就是增加这个空中运输的机动性，有立体，而且就是更远距的打击，还要涵括这个电磁空间，包括网络。以及这个电子作战的领域。其实这是美军高层一个月来第2摆提议伫日本部署多领域特遣队。专家指出，美国一直加强甲印太地区民国的军事合作，就是要叫中国莫伫台海轻举妄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咱要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家己成立后晚会，不过伊的日子咧，煞甲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共一天，大家拢讲这是咧拼场。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哲是讲，伊是转去到故乡的心得，甲在地的企业家来分享家己的政策想法。大
大社花口河旗海飘扬，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大清着2日下昼踏入新北市，举办家己女外乡亲信赖台湾奥运会成立大会，呼吁家己来收听，抢出身家己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投降票。所有地方的选举，家己人拢支持家己的人，但这边无共款。因为这边是关系台湾的前途，呼吁嘉义县的乡亲为台湾打拼，全力支持赖清德。其实，同一天早起，中华民国家己同乡会联合总会也带团到板桥，为侯友宜成立奥运会举起誓，讲有3000人到场支持侯友宜，更加对乡亲温情发挥，让家己出总统，然后抢家己票互相竞争，推出互同乡会爆发来到。家己人听家己人，这么多年都是家己人给我收听。我才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非常感谢嘉义人的重情重义。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伟杰是登记故乡成立，甲在地中小企业家座谈，分享家己的政绩白皮书，也合体传出二手南北下的联电业务副董事长孙明迪。相同的理念啊，这个共同把它酝酿出来，相同的理念呢，一起去推动，这就是和。有没有人在退出，甚至还有没有新的人去选，我们都不知道。那你看离登记参选还那么远嘛？孙明迪伫国民党初选阶段听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线。那郭台铭最近伫公开活动表示，就要去美国访问，也毋过并不是去面试，除非民众予伊资格，互外界解读是为着独立参选有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原本敢若要互18到21岁的成年礼金，明年开始就要改做16到22岁。文化部讲，全国大概有150万人会当领。也那业者是认为讲，这项政策对台湾的文创产业应该是有帮助的，会当增加20%以上的收入。由文化部发放的成年礼金1200点文化币，原先限定只有18至21岁成年才领会到。行政院长陈建仁2日宣布，明年起会扩大发放范围，改做16至22岁青年也领会到。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台湾的年轻人，16岁到22岁年轻人，他可以到台湾的各个地方去使用文化币，使我们的国产的影片能够得到大家的观赏。少年人除了读册，也会当透过文化币塑造台湾素养。根据统计，文化成年礼金为6月初来开放使用，到今已经超过66.8万人领，抵用达到32.2万人，抵用金额超过2.86亿。文化部初步估计，明年扩大发放范围了后，收益天数会为10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我会想要就是再扩大对象。会啊。明年然后再领，能促进消费，我觉得都很棒。就是可以在我买参考书的时候帮我省下一点费用。就是岁数不要开放的这么的，可以再扩大一点，扩大大概30以内都可以。为了鼓励青年朋友拥有消费，未少店头也推出增加优惠活动，像台北特发相款。最近有未少文创产业业者表示，增加的新政策有希望有关相关业者。在文创这一部分，应该他们陆陆续续都有收到文化币的吧？预估大概会增长2到3成以上。文化部长苏德表示，希望未来文化被常态化了后，会当加做少年人一生中接触文化的重要机会，鼓励少年人加累积文化体验，进一步提升素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的是世界有名的小说《傲慢甲偏见》，已经互人翻过足侪无共款的语言，即马总算是有出台文的版本。翻译老师洪淑娇，伊为着要互人读起来较有台语气，所以直接对英文翻做台文，佮出版有声册配合教学。世界出名册《傲慢甲偏见》现主是也有台语文的版本咯，而且翻译这本册的台语文作家洪淑娇讲，为了确保翻译有台语气，伊是特别找原文册来翻译，并无经过华文的版本。我若为华语来翻做台语，我的头壳内一定会去华语缩白掉咧。你也照华语伊头起先安尼翻译的方式，含伊内底原来英语的这种讲法，你会感觉讲，其实跟咱台语上咧表达的，其实有些寡无共。傲慢甲偏见，台语版。阿妹，你敢有听人讲年底飞山总飞出去啊？班内先生听到太太那火家母的声，目头擱擱，回讲无听别人讲起。
洪淑娇讲，伊为5年前开始翻译，自本是拍算做有声册，伫上课的时阵使用。哪翻译哪用，发觉学生的反应袂歹。落尾伫先生的鼓励之下，伊就一直做落去。去年伊的先生先走，洪淑娇也是按照伊甲先生的约束，甲册全部完成。来讲，你个做了后，若无人要出版，我就甲你做一个有声册，放伫网络顶悬，互逐个人来看。然后因买手若出真侪台语册，我就甲伊拜托，我讲啊，无互恁申请啦，无我逐件申请拢袂过，恁申请看会过袂？啊，你看真好运，因是申请，人伊个过。22甲23，出版社也分别伫高雄甲台北举办分享会。出版社表示，因进前出版台语版的《小王子》市场反应真好，目前出版1万本。现主是台文版的5万甲偏见引起话题，未来也会继续找出外国名册翻译做台文版。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科技是愈来愈进步，即卖咧这 AI 是当时行，所以工研院甲超商合作伫新竹来开一间智慧商店，对进货买卖到造钱，完全拢毋免人服务，创造新的产业生态。您好，欢迎光临。用手机扫一个，入去商店拣好需要的物件，佮再透过手机就当完成结销的动作。过程中完全唔免别人服务。所有的智慧货架上面隐藏了非常多的这些传感器、这些 sensor， 各位是没有看到。但这过程当中可以让你很多人在拿东西过程当中，或是错位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办法帮你感测得出来。除了每一个放商品的架仔后壁有装感测器以外，商店顶面佫装有超过30个影像追踪器。来掌握消费者的行为，更加出差错的几率。那透过远端监控的方式呢，我们会进行这个管理。那只有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店员到现场补货。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根据这个消费市场不同的趋势，还有未来消费的这个观察，我们会对应到不同的科技技术。工研院指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无论是 AI 人工智慧，也是物联网技术。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占真重要的角色。未来希望透过自动化的科技，继续来帮助台湾产业达成升级目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到35度。也那南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另外，外岛地区是26到34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金堂接引西风路，玉露随后吉乐天。高纸嘛是有做一寡喜事的代志，阮想要甲一般的民众较了解这个文化。120多年的高纸店，伫第4代接手了后，甲高纸工艺带上金马奖的舞台。